新北捷运安溪轻便铁路经过7年工程，今开始试营运啊！这条路线全长有7.5公里，有9个车站，提供文山新店地区民众大众运输服务。这民众会当伫咧14张站，就会当搬车入去捷运环状线，入去台北市区啊！ 安溪轻铁14张站4块位，下人真是查。安溪轻铁经过7年的工程，7月开始试营运，就算14张站下晡开始落大水雨，也是无减民众的兴趣。用电话听，我们捌坐嘅，坐一间欢喜。其实蛮快的，搭起来蛮舒服的。金色嘅列车豆豆仔离开车站是真抢目。安溪轻铁全长7.5公里，总经费166亿，计共有9个车站。 伫咧早市的通车典礼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安溪轻铁使用国产设备的比率达到42%，也提供沿线居民方便的大众运输。是我们文山地区，代表是新店地区，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。咱在地这个所在，会当通到三峡，更可以到我们大台北地区，衔接14张站。 能够快速的到我们的生活中心，可以减少15到20分钟。不过，安溪轻铁的运量伫网络顶也受到质疑。部分民众认为，对附近的居民来讲，坐安溪轻铁到台北市区搁爱换车，那坐公车是颠倒较方便。以安坑的老居民来讲，因为都习惯搭公车，而且大家都从新店去搭进来安康，所以才会觉得有点麻烦。我觉得还是很方便，因为我从景文科大站出发。 大概走100多公尺就到车站了，然后车站就直接接捷运，我不用在外面风吹雨打。有民众认为，虽然当地居民往台北市区可能较惯驶公车，但是若到邦桥，会使由安溪轻铁接环状线到位，会方便真济。不过也需要民众惯驶搬车。民众敢会接受安溪轻铁，就看所来1个月试营运的成绩。记者郭文祥随社桂林新北报道。